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4号，公元2017年12月22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对印南哲蚌寺和色拉寺开示弘法；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发布达赖喇嘛应用程序；美国国会议员呼吁中共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表示，西藏是印中关系的核心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致函祝贺印度国大党新任党主席和人民党获胜选举。美国纽约召开刘晓波纪念文集发布会暨刘晓波精神遗产对话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14日上午，在印南孟哥特地区多吉岭藏人定居点，为哲蚌寺新近落成的禅修与科学中心进行了开光节目。甘丹赤巴洛桑丹增仁波切第102任甘丹赤巴日宗仁波切、哲蚌寺堪布等为首的高僧大德、该中心的学生、嘉宾和工作人员约500人出席了当天的开幕式。达赖喇嘛尊者在致辞时祝贺禅修中心的落成，并感谢美国埃默林大学为该中心建成所提供资助。达赖喇嘛尊者提醒与会的僧俗民众要思考整个70亿人类的幸福，培养全人类的一体感。尊者表示，我们需要思考和关心人类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70亿人类的一部分。20世纪早期，各国之间出现了很多流血和竞争事件，渐渐地，他们开始意识到这种流血造成的人类破坏，于是他们开始谈论本世纪后期的和平。达赖喇嘛尊者进一步强调，许多人谈起世界和平，但都没有谈到如何实现。身体卫生基本上依赖于精神卫生。达赖喇嘛尊者表示，感谢西藏的伟大国王邀请了那烂图伟大学者和思想家到西藏，并介绍了藏传佛教。只有在西藏的传统中，伟大思想家的丰富哲学得到了广泛的保存。达赖喇嘛尊者指出，我总是说佛陀是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们盲目地追随他的教导，而是要求我们彻底调查现在很多科学家对藏传佛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尊者呼吁僧俗民众要成为21世纪的佛教徒，并通过合理的理由在藏传佛教中寻求虔诚。此外，12月17日，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南方的蒙古自堆格岭藏人定居点的甘丹寺，向当地的7000多名藏人僧俗民众阐述了由宗喀巴大师所著的三主要道。达赖喇嘛尊者首先提到了，由于前几年的健康问题，日程安排稍有变化。并接着尊者特别提到，即使藏人面临很多的困难，但仍然继承着那烂图传统的完整。在达赖喇嘛尊者结束对印度南部哲蚌寺和甘丹寺的弘法行程后，于12月19日抵达印南白拉库比藏人社区访问，受到当地的僧俗民众隆重的迎接。在色拉寺迎接仪式上，尊者向民众表示，日前在孟买以及哲蚌寺的一系列繁忙行程之后，患上了感冒，被医生建议休息，但现在已经康复，心中无需担忧。尊者向色拉寺僧众表示，自己对印度的藏传佛教哲学有很大的兴趣，特别是那烂图传承。尊者还赞扬了该寺僧人与土木库尔大学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项目，鼓励要进一步地发展交流项目。藏传佛教要必须与科学异动平行，还呼吁僧众们要在那烂图传承上要加倍学习。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12月20日至21日为期2天，为南印度色拉寺新建的边境会场开光，以及为十方信众传授码头冥王灌顶，讲授宗喀巴大师的缘起赞。另外，达赖喇嘛尊者办公室于近日发布了新的达赖喇嘛网站应用程序，该程序可在苹果应用中下载。12月12日，达赖喇嘛尊者抵访被称为新的那烂图大学哲蚌寺，即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日、燃灯日当天推出达赖喇嘛尊者应用程序。随着达赖喇嘛尊者应用程式推出网页
浏览者和信徒可以观看到达赖喇嘛尊者弘法事实视频，并可以查询尊者的最新行程与法会等资讯。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吉姆·麦克文于上周四在美国国会中敦促中国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不管是长期的拘留还是短暂的访问，但必须就此作出回应。12月14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议员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吉姆·麦克文在美国国会中发言时，身边摆放达赖喇嘛尊者法像，并在国会发言中敦促中国要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美国众议院议员吉姆·麦克文表示，今天我呼吁中国走上一条不同的道路，我敦促中国当局要实现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权利，无论是短期访问还是长期拘留。我呼吁中共要欢迎尊者返回西藏，给予一位世界和平倡导人士应有的尊重，并重启对话解决西藏问题，停止对西藏实施的高压统治政策。议员吉姆·麦克文还表示，自1959年流亡印度后，达赖喇嘛尊者就再也没有回到西藏。更准确地说，从来没有被允许返回西藏。达赖喇嘛尊者已度过了60多年流亡生涯。He has spent more than 60 years in exile. 议员吉姆·麦克文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是解决西藏问题的关键人物。尊者常年来推动非暴力理念，并且作为西藏精神领袖，在世界上受到广泛的认可。因此，如果中国能够重启于2010年停歇的对话，那么中国自身将会取得极大的利益。议员吉姆·麦克文强调，中国从来没有想过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而是在不断地怀疑态度对待达赖喇嘛尊者，并且诋毁、污蔑尊者在进行分裂活动。中国当局似乎以为，在达赖喇嘛尊者过世后，他们就能稳固对西藏的统治，但我不这么认为。They seem to believe that with his eventual, inevitable death, they will be assured of consolidating their hold on Tibet. Well, I would not be so sure. 此外，12月14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出席了第3届松迪基金会研讨会，强调西藏才是中印关系的核心问题。藏人行政中央司长罗桑森格博士在纪念研讨会上阐述了已故印度知名学者松迪教授的观点，强调西藏是中印关系的核心问题。司政表示，松迪教授当年就曾预言西藏是中印关系的核心问题。他曾提倡印度应推动西藏实施无核化，但是教授的这一观念没有受到重视。司政罗桑森格在研讨会上与会者进行了问答活动时，被问及到1950年开始中国侵略西藏时，印度的知识分子和各种团体都在进行深入的讨论。随后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被迫流亡印度至今。因此，印度是达赖喇嘛尊者正确的流亡之地吗？他是否应该在别的国度寻找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地方来维护西藏的自由和人权？司政回答道：“我认为印度是正确的地方。印度政府和人民为西藏所做的一切，其他国家是很难办得到。同样，我们希望可以做到更多，因为西藏是中印关系的核心问题。”与会者还向司政问及到有关日前有印美引述无法获得确认的消息，即藏人行政中央前首席部长桑多日母亲短暂访问中国某地，以及有多家中英文媒体在报道有关中藏恢复和谈等问题。司政指出，藏人一直希望习近平在第2任期内能够解决西藏问题，但是同样的希望在江泽民与胡锦涛的第2任期内就存在过。当下习近平的不同之处在于其父亲习仲勋与班禅喇嘛的特殊关系，以及他的开明态度和对西藏的了解。然而，依照习近平日前的作风来看，他与自己的父亲恰恰相反。但是司政也声明，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And Shi Tongshun, the father, was also very liberal in his orientation, hence he was the closest ally of Hu Yaobang, the most liberal leader of China. And hence, that's father. Now whether son will be like father or not is to be seen. But all the indications point out that he is opposite of his father at the moment. 关于桑德人民访问中国的传闻，司政回答道：“听到相关的报道后，曾致电给前首席部长桑德任部卿，而他回答道：我未向你进行正式的汇报，因此你可以用不知道的来回应询问。所以我也不了解详情，但是我认为无需对此过度解读。我觉得这充其量是一次私人性质的造访而已。总之，现在下定论还太早。But it's out in the paper, yes. But I think we should not read too much. I think so. It was at most a private visit. A private visit. So I think we should not read too much, and I think too early to say. 紧接着，请看第5则消息：印度国党党于11日正式任命拉胡尔·甘地为新一届国党党主席。47岁的拉胡尔·甘地由此成为该党历史上第6位领导人。他于本周6宣布就职。对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于12月17日致函祝贺拉胡尔·甘地担任国大党主席，并表示在拉胡尔·甘地的领导下，国大党将会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司政在贺函中写道：“印度国大党在印度的政治领域、自由运动方面有着辉煌的历史，在国大党领导下，印度的政治领域中将会有新的希望，不仅能实现国大党的愿景，而且将能全新的面孔实现印度国家的愿景。国大党与印度人民之间的互动将会对基层党务工作人员和人民之间开拓更大的便利。相信这将会激起印度人民对国大党的支持。”司政在贺函中呼吁国大党继续关注西藏问题，保持与西藏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以及在印度国会和国际平台上提出西藏问题。另外，在印度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取得了压制性的胜利。选举结果显示，古吉拉特邦182个议席中，人民党赢得了99个席位，国大党赢得了80个席位。在西马歇尔邦68个议席中，人民党赢得了44个席位，国大党赢得了21个席位。12月18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博士致函祝贺印度人民党在西马歇尔邦地方议会选举中取得胜利。司政在贺函中表示：“我代表藏人行政中央衷心祝福人民党在近期各州议会选举中取得的胜利。此次的胜利是西马歇尔邦的光荣。”司政进一步表示，西藏人民以美好的回忆和希望祝贺人民党取得的胜利。同样，印度人民党也长期支持着西藏的问题，并一直为居住在该邦的流亡藏人提供便利。西马歇尔邦对藏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达赖喇嘛尊者居住在美丽的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也在这里运行了60余年。如果达兰萨拉发生了变化，也会对世界各地的藏人造成影响。因此，西马歇尔邦和西藏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和平互利。我们相信新的人民党政府今后将进一步加强这一关系。司政最后表示：“我也借此机会感谢即将接任的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多年来对西藏人民的厚爱和支持，也要特别感谢他和他的政府决定实施2014年西藏复兴政策。该法案从长远的来看，将有利于藏人定居点长期发展。”此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狱中因病去世后不到半年，他的首部纪念文集出版发布会于上周六12月9日在纽约法拉盛召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纪念文集发布会暨刘晓波精神遗产对话会。据媒体综合消息，刘晓波纪念文集发布会暨刘晓波精神遗产对话会由民主中国和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共同出版。王天成先生主持了当天的发布会，并表示：“我们今天纪念一个杰出的生命，纪念一个以他毕生的激情和努力供给一个伟大事业的人。毕生的激情和努力献给一个伟大的事业的人。”
与会的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田波苏纳南北在致辞时表示，虽然刘晓波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对于自由事业的不屈不挠勇气和无私的精神将继续激励我们和全世界的人民。我们也对刘晓表达敬意和问候。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洲次人也在会议上发表演讲。此外，发布会还播放了刘晓波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坚守着20年前我在6.2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警察、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星期五再会。